發展局同轄下部門積極應用創新科技，其中一個好幫手就係無人機啦。主要因為無人機機動性高，仲可以由高空視角好快咁收集資訊，喺航拍監測、災後勘測、巡查支援，甚至配合 AI 人工智能分析，都發揮到好大嘅作用。今次同大家睇下唔同嘅部門點樣與時並進咁應用無人機呢？香港近年極端天氣頻繁，無人機就成為咗應對緊急事故嘅神兵利器。發展局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就一齊研發咗智傲呢一個無人機聯控管理平台。係咧 ，Leslie， 智傲其實係點樣應用嘅呢？除咗佢可以為基礎設施進行自動化嘅恆常視察，佢仲可以應用喺緊急嘅情況之下嘅。好似山泥傾瀉或者河道泛濫咁，傳統嘅救援車可能因為塞車或者斷路而去唔到，但係無人機就唔同啦，佢可以喺短時間飛越障礙，直達現場，展開救援或者數據搜集嘅工作，做到人未到、車未到、機先到呢種快速反應嘅能力係非常之重要㗎。透過智傲呢個平台咧，我哋可以遠程咁樣調度全香港喺無人機庫入邊嘅無人機。例如可以喺何文田嘅控制中心遙遠發出指令，去到筲箕灣嘅機庫去出動無人機執行任務，唔使好似以前咁要喺現場目視飛行、手動操控，而係可以快速同持續咁樣全自動化飛行，大大咁樣提升咗我哋政府果斷應急同埋迅速復原嘅能力。Derek 啊，屋宇署嘅恆常化外牆勘測行動同埋緊急應變係點樣利用無人機嘅呢？屋宇署舊年開始就將 AI 配合無人機一齊用，順利達成檢驗360棟樓宇嘅目標。以前巡查好受地理環境限制，同時可能要同附近居民借道入屋或者爬到高處。而家有無人機就突破咗物理限制，全方位高空俯瞰，就算喺偏遠地段、天台僭建物定違規改動，都可以高清影到，可以精準搜證、全面辨識違例建築物，令執法效率提升。我哋有效運用科技嘅同時，亦會確保大廈住戶私隱得到保障。例如喺使用無人機視察樓宇外牆狀況之前，會預先通知大廈管理處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即使視察係為執法而不作預先通知，例如睇睇有冇僭建，亦會避免拍攝私人空間影像，並會喺完成執管後適時刪除不必要嘅片段。至於一旦有緊急事故，例如石屎剝落、招牌倒塌或者樓宇結構嚴重受損，無人機就可以好快幫手採集關鍵資料，等同事喺安全環境下根據實時數據去評估風險，制定處理方案。端天氣過後，我哋屋宇署都要派好多同事去巡查全港樓宇，有冇危險棚架、窗戶或者招牌。傳統做法耗時，報告又繁複，所以我哋正研究利用無人機進行自動巡查，再配合 AI 自動生成視察報告。如果成功推行，預計可以慳返幾個鐘人手巡查時間同編寫報告時間，大幅提升城市安全管理嘅效率。Hi Sandy， 我知道規劃署已經廣泛應用無人機，淨喺舊年已經執行咗1700次無人機任務啦。冇錯啊，以前啲違例發展地點會俾圍板或者貨櫃遮蓋住，前線同事喺外面睇唔到。依家有無人機高空多角度影相，我哋可以更有效掌握場地實際情況。就算係違例填土、填塘或者露天儲物，啲證據都一清二楚。同時，無人機都幫到我哋巡查部分偏遠地區或者存在安全風險嘅地方，從而加快同優先處理對環境造成較大影響嘅個案。呢啲影像都有助於展示整體違規範圍，便利後續分析、地盤監察同方便跨部門協作。喺法庭檢控時，仲可以呈現現場實際情況。Hi Willie，Hello Eric。其實地政總署點樣應用無人機？有冇啲例子可以分享下？好啊，咁其實我哋地政總署咧，利用無人機主要就係做一個地圖更新，仲有緊急測量同埋搜證，仲有咧我哋會用個地貌嘅變化檢測服務咧，去支援翻土地管制同埋執行契約條款嘅行動，以提升巡查嘅效率同埋執法成效嘅。
好似舊年10月機場北跑嘅貨機事故咁，地政總署就利用無人機同激光掃描嘅測繪技術，去建立咗影像地圖同3維模型，搜集現場環境嘅證據，例如殘骸、碎片、撞擊點嘅位置，去協助民航意外調查組織嘅相關調查工作。執管方面咧，就好似紅山半島臨海一帶咧，之前有啲懷疑僭建同霸佔官地嘅個案咁，你知同時咧都好難可以去到呢啲咁陡峭嘅山坡或者懸崖。地政總署咧就利用咗無人機咧喺呢個臨海嘅位置咧喺空中近距離咧可以拍攝呢啲高清相，突破咗地面嘅盲點，辨識咗多處疑似嘅違規嘅構築物，而呢啲嘅證據配合咗我哋地理資訊系統嘅數據，成功協助咗部門作出檢控。我哋仲探索緊個新嘅模式，喺新界唔同地區部署無人機機場，就好似身後嘅機場咁樣，支援一站式嘅飛行管理，自動執行預先規劃嘅航線，並自動傳回影像數據作 AI 分析。未來我哋仲會研究升降點嘅共享、飛行同影像數據嘅共享同協同管理平台嘅工作，積極參與跨部門嘅數據分享，提升工作效率同埋無人機嘅操作安全性。除咗以上嘅例子，發展局期望引入更高性能嘅無人機，持續開發更多更深入嘅應用，包括研究同埋測試具備高載荷力同埋配備機械臂嘅無人機等等。今年4月，政府推出嘅進階版低空經濟監管沙盒 X， 選定首批4個非傳統航空器試點項目嚟分階段進行，當中包括發展局同業界合作嘅項目。我哋計劃應用喺建築工地或者基建設施嘅吊運作業，例如喺維修斜坡嘅工地吊運維修所需嘅物料同埋工具。同時，我哋亦都研究應用喺其他適合空中運作嘅工作，好似為基建設施或者其他資產進行簡單維護等。我哋正係全速進行有關準備工作，盡快為適合嘅應用場景試點進行實地測試，期望最終呢啲技術可以落到實處，推動廣泛導入喺唔同嘅領域，增進各部門嘅運作效率同埋提升作業安全水平。